今日帶大家嚟睇一道全中山真正嘅絕版戶型啊！聽講江月灣之後不會再有嘅喎，距離中山北站三湖超市旗江新城地鐵站都係1公里。項目媲美第4代住宅，全屋贈送率都超高嘅喎，每個平方都用到盡。買150平方得房率去到200平方得房率超高嘅喎，去到140%嘅喎。小區門口仲有我哋香港直通巴士嘅免費接駁車嘅喎，呢個係全中山真正嘅絕版戶型。江月灣之後不會再有喎，係中山首創嘅高品質嘅旋翼園林，全部都係朝南向嘅，做到戶與戶、棟與棟互不干涉，無懼對視啊！私密性係非常之強嘅喎，有啲小區有兒童娛樂設施同埋老年人健身設施，仲有環氧跑道嘅喎。每棟樓下都係架空層打造不同主題嘅範圍所。附近有幾大商圈嘅喎，有我哋嘅星河 Coco City 同埋大順新都圍，三湖會員店就係附近，食嘢行街一條路非常之便捷嘅喎，我啲想去示範單位睇一睇啦。而家嚟到我啲150方嘅無敵超級大平層啊，可以150方可以做到5房3個套間嘅喎。入到門呢個門咧係8公分嘅裝格門嚟嘅，安裝適合一個智能門鎖。睇下個客廳有6米嘅層高，呢個係 LDKB 一體化無柱大廳啊，約6.5米闊嘅超闊大開間啊。客廳陽台連接約3.5米，超闊開窗面。呢個係一線大牌，廚房3件套都係配送嘅喎。西門子嘅開關面板插座，有品牌定製櫥櫃，德國一線大牌圍繞結構，雙層中空隔音玻璃門窗。呢個就係40平方超豪華主臥，配有奢華衣帽間套房，超級豪橫啊！約60平方純贈送，買150平方得200平方喎，140%超高使用率。項目係現樓交付嘅喎，可以選擇精裝或者毛坯，仲係石岐中學嘅書包房。成交送3萬蚊嘅車位抵用券，仲有全屋家電大禮包同埋10年嘅三無會員卡，限量咧贈送超40萬嘅豪華裝修。客廳同埋餐廳都係送風管冷氣機嘅喎，係咪好抵呢？如果係對呢個樓盤有興趣嘅話，評論區留言俾我攞資料同埋折扣啦。